台北国际册展会一直展到礼拜7天2月25。为着要让囡仔接触台语，这公司台语台嘛伫儿童主题馆办活动，现场有 DIY 动手做物件，佮有用台语讲故事。为这个影片出来到外口，我要熟悉佮较侪小朋友，甲因分享台语、讲台语。今仔日的故事呢，是要讲海菜的故事，互小朋友伫这个听故事、算故事的元素内底，会当学到正统的台语，甲咱的台语文化甲继续传落去。台语台节目主持人来到册展儿童馆，用台语讲海菜的故事。囡仔围店边仔是拢听甲一迷。因为今年是荷兰人来台湾满400天，所以这摆儿童馆以航海冒险做主题。拜六礼拜，台语台伫儿童馆，阁有人戏人仔的表演 ，DIY 用台语讲故事，希望让囡仔会当接触台语，接讲母语。